有关于三宝啊，因为有一天早上后学起来啊，刚好有一些就想了一些了，啊，就说三宝，我们求道以后得到三宝，就是得到所谓的宝，就是宝物宝贝。咱求到啊，得到三项的宝贝，就是第一宝玄关嘛。啊，玄关这个地方，我甲形容讲这个地方，敢若亲像咱这个所在因为咱的鼻子就是像现在讲做山根嘛，山的主体嘛，啊，也有带一个住着一个道人、故人，迄个所在就敢若像讲，迄个所在就敢若像讲南屏山遐带一个迄间灵温寺，遐有带一个书，咱的这公老师啊，咱的思想是讲，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咱迄个所在嘛是带伫灵温寺。啊，咱若要去倒一，咱若要找着咱即个书，就是爱有人知影即个路途，来甲咱指引。啊，即个所以咱的故人，就是带伫咱的灵温寺咱的咱遐有一个书，就是意思差不多就是互我讲安尼，就像咱这讲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第二宝考卷，因为互我有写起来，啊，临时讲嘛，就凭记忆安尼。啊，咱第二宝口诀就是无字真经嘛。无字真经第一个就是有嘛。啊，有就是讲咱着爱，因为天是一个天是一个一百天，啊，咱是一小天。咱无字真经应用咱思想。第一个字就是啥？咱学无我无私，就是讲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咱学习的就是无我这个无。因为我们都会有偏执、有执着，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正的。第二个字就是讲因为我画有袂字好写，临时讲或许叫贫瘠。第二个字就是说太和之气，我们这个宇宙是有那个先天一气嘛，附在我们身上就是咱个太和之气，就是讲附伫咱身躯，就是讲咱人就爱有迄个正气。所以这个正气，后学现在差一个讲，后学因为后学平常到冬天的时阵我一定拢会买围巾，佫会扫家就爱去找医生，食药没有找医生吃药是不行的。有一届我原名在，感觉凉凉，那个拉伊就我一概忘记围巾，就拉衣领，感觉也是很不方便。迄个时阵我念头就想讲，我要有正气，所以开始后学就默念无字真经，默念真的真正几多就拢无少，要不然后学真的会。所以说我们人就是要学那个浩然之气，浩然正气，才会百邪不侵。像这次后学宣导就是胡思乱想，有一些不好的气，所以真的，我们人身上如果有正气的话，就是咱若破病来讲咱会讲你这是有邪气什么风邪所以正气这个太和之气对我们人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字或者是说，
我们这个佛性要佛化，我们要把握当下，我们要以我们的自信佛，我们的佛性做主，去行一切事都要以佛性做主，把握当下。那么就是最后2个字，就是说我们要学弥勒祖师大度能容啊，那个度量要很宽广。或许有些忘记了，就讲到这边，训练一下大家。同时感谢各位捐献不弃，感恩。谢谢。